只用冰箱就可以在家做出满大街只卖9块钱的芒果冰汤圆。首先把这种个头小、芒果味特别香的台农小芒去皮混合白砂糖一起压成芒果汁，记得加入一份百香果汁，它会让你的芒果味变得更加香浓独特。然后制作芒果冰沙的时候，加入一份气泡水，它会让你的水果冰冷冻之后做出来的口感变得更加松软爽口。接下来把芒果酱倒进锅里，小火加热5分钟，混合糯米粉一起油抓成团，再切成小块，捏成汤圆的形状。在这里我提醒大家，煮熟的芒果冰汤圆一定要放进冰水里面养泡，这样的芒果冰汤圆才会软糯又 Q 弹。最后，不管你是开店还是摆地摊，只需要把芒果冰沙加上芒果冰汤圆，再用奶茶爆汁和薄荷叶装饰一下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不是渣男，我哋下次再見。